先查可唔可以交，查完後照燈，用固態貼片膠絲，不出黃豆機大細，搓完後按壓提夾片內，薄薄嘅一層就得啦，輕輕壓下，然後向後推，調整好位置，多餘嘅加抹走，照燈，重複之前步驟，如膠太多可以用鉗夾走，貼喺指甲上，可用手或用小棉棒點一啲清潔藥將膠抹走，同樣方法一直貼，我用嘅已經係 A 碼嘅夾片，但都唔夠大，所以 A、B 點係冇辦法包得住，仲爭兩隻夾片，一隻手就貼完啦，貼最後一隻夾片啦。檢查好冇問題後，照大燈180秒，再貼另一隻手，都係一樣嘅操作。記得俾 like 收藏同訂閱啦！